即个我顶讲我伫咱单位有讲过啦，有一个小弟伫头前咱行过，行到即个门口时阵呢，拄着一个查某人，看会动啊，昏去，当下晕倒啊，啊变怎？你袂使讲你昏到你会惊我诶，看安尼，恁到我伫门口，你会甲带入泡入去，带入泡入内底，好倒白白亮亮安尼，甲叫甲扶一下怎啊，甲救一下。但是太太等下都看到，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恁两个看伙，目睭偏看哦，太太讲，恁两个伫咧创啥话？耳孔有听，目睭无看，敢是真诶？结果毋是，伊两个是同学啊。啊，同学行到当中，迄个分离，感觉讲我即个同学看到，无甲救吗？叫伊是咧急救，伊无讲，恁两个有爱吗？啊，这是真的假？看得到了，还不是真的，还不是真的啦。所以耳孔甲目睭所听的东西，你要不要太相信？所以我们那为何不做那把这音乐罗汉得出讲？你若没有达到真正的阿罗汉境界，你不要太像你心的所想的东西。你要未达到阿罗汉的境界，你唔好相信你心所想的念啊。有人咱的心的想法拢会偏差，拢会偏颇，拢会用咱的精神意见甲你看咧，你猜测是安尼，啊，所以就变到大无法地。一个人互你看来当中，你印象对他可能是一辈子都是坏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你人过去都安怎，啊，你大家的印象入去啊，永远抹杀不掉。所以解恼的时候，会使互咱念一点念条来变病啊。叫畏敬之过呢，执着恭敬，非常的恭敬，我讲一直爱畏敬恭敬，那么奉承一直奉承，啊，所以毋知要创啊。啊，你直奉承，煞失咱人迄个道义，迄个人迄个志。啊，迄个拢有恁斗阵咧做道啊，咱前辈遮做道，啊，咱恭敬，啊，都互因做道，咱就到边仔讲了，啊，你嘛袂使，当仁不让，该我们做我们就做，按怎走咱就按怎走。哦，爱敬之过，即为可惜。一直讲可怜啊，同情伊啦，啊，迄个无知所发的，迄个告诉我紧啦吼，啊，你着同情卖。也有你看查啦，拢由小到大嘛吼，由小大到大大。但是咱讲啊，讲偷摕物件，咱第一时阵人讲啊，咱原谅伊啦，大头拢原谅伊啦。但是你话想有诶超商，有诶摕一块饼仔尔，着各位法院赢呢？哦，就是怕你讲，这严重，无嘛讲情一个囡仔无知，啊是讲一个爱钱无钱，才偷摕一个饼，就讲无甲警告一个，像啊那差不多是安尼讲，小孩子你不要这样，这是人家贩卖的东西，不是你的。啊，来靠同情心讲，小孩子你要这个吗？我买给你，爸爸买给你，我买给你。老咱咱咧看到动画中讲，哎弟弟啊，这来，我买这互你，无电梯仔做广告。你若讲面甲拍你讲，啊你查得报好，甲你来警察局，你该死你，你今仔做啥你？哦，迄个囡仔一回生二回熟，反正你就是安尼，我囡仔有代志要转来，你讲想讲，佫较好呢。但是你伫爱敬，所谓爱敬叫做古时嘛，当前但是你免去教化，你甲用正面来甲款庆，啊是我甲提升甲鼓励。你甲人讲可怜啊，可怜哦，你囡仔哎可怜啊，做安尼，哎可怜家己哪安尼，啊一直可怜，可怜两句话无乱帮忙别人啊，可怜来感同身受，身临其境，以身试道去做看看。现在即马即种可怜无叫做咱嘛看可怜啊，但是咱嘛是感觉讲啊可怜的即马要安怎？有缘就助人，有缘就救人，有缘来对着就爱说法。来一个道一个，来两个道一声，万我空过。第一他不想要，我们没办法。但是有机会讲，咱来一人讲。有机会救，咱就一个角度。做甲迄个人讲，哎，都真正好啊，你慢过来。啊，这个人讲互慢过来，代表咱法力无够。啊，佛祖过来的时阵，来到门口就佛祖，你入来，你免讲，你入来坐。总统来的时候讲，你免甲我讲道理，来这我们留到坐。但是警察来刑事所，惊恁兜去讲，你听边仔嘞？干嘛呢？一直好的物件，免人讲，人就请入去啊嘛。啊，歹物件，人会甲咱赶，代表咱法力无够。啊，一方面是因为因缘力不足，不能强求，不能强迫，这可能是害了他。所以，你若无真正互对方了解，要互人救到，唔要做挂来，多来点的，
100个我2个，毋是讲放多是爱多啦，是有量才有质啊。但是问题为了他求着到了，无想要进行，无想要进修，无想要进阶，到底基本囥伫啥物所在？哦，所以移民啦吼，当这答不完啦。哦，一直较爱紧可怜尔，爱紧可怜在转换，转换有种力量向上会来种行。那么牛道之过即为5万，牛道啦，台湾5万人命，像个过分当中呢，藏着咱5万心，所以5万心呢，看世间不是一个，是啊，你国语要哪讲啊？不可一世的，不可一世。看世间物件拢无看嘛，拢说啊，你这无啥话，你这无啥话，啊，你求得话无啥话，求得学得话无啥话，拄啊，听头先讲，啊，无你牵动我地讲有啥话，对死就无听。但是讲我时间到死，来讲人不怕死，人不畏死，为何奈何以死为止？人都毋惊死，为何到尾时死到时会惊？当然是老师咧讲，毋是讲这意思嘛。人不怕死，奈何以死为止？人都毋惊死，有怕互你惊死咧是啥物？迄是咧讲一个正题问题。啊，咱即摆是贪生必然是怕死，贪生必然会怕死啊。像歹生，像无你死。这人嘛讲话，咱活饱就上好个啊。即嘛讲我去食饱，无明仔来转来好无？咱讲外口讲咱遮就好啦，明仔就互咱转去好无？你嘛袂自在，你嘛无准备呢。我总无准备，我是免转对。所以，即个5万心，会毁坏咱两智慧，会造成咱无明业障。咱人就是因5万，才造成艰苦啊！你骂我骂，你看袂顺我，看你袂顺我，互相摩擦，心中挂个裂啊！啊，所以有些人甲你讲歹话的时阵，你还要感谢他呢。因为没有他跟你讲坏话，你不会改进啊。没有他的讲坏话，你不会羞耻啊；没有他的传坏话，你不会反省啊。但是人讲歹话，人搁要找人理论哦。啥物人讲诶？即句一对来，甲我探电话玩一下，啊你插嘛你？修行还是门外汉，早得很，早得很，很早得很，还没有见到门外汉。有风不披露嘛，无影无成书嘛。啊，话是安出来，当然都做人捌有话，无做人来讲。啊，来做，毋免惊讲，好好检讨家己做。话要传是人个代志，话要传是人个喙个，人业伊担。你若无，伊甲你讲伊当你检讨要紧，你小你检讨拄好个。啊，你若有互讲着，你嘛爱检讨啊，对无？这嘛袂使怪别人啊，对来家检讨啊。所以我慢心伫内面产生了对污浊时阵。咱爱学了者，六道几多一道，忍辱波罗蜜，拄着5万时阵啊，六道几多忍足，忍无可忍，要安怎？忍无可忍要安怎？再忍吗？无那复杂你无忍嘛是搁忍嘛？要安怎？迄种真爱日头啊嘛，吞落，因为咱是食太人，不跟一般计较。啊，社会上迄个忍无可忍尔，就使只看者，甲手啊，甲卡巴尔，就补2声来就头前早咧啊，就来，我就来，吐要吐啊！你家要叫人出来拢拼咧弄啊，输啦你啊，社会输啦，做咧啊你，你看咧电视台我杀哥说讲哪咧过嘛，真正人命关天呢，遐小往年啊，伫咧超车逼车呢，啊有影有个逼到8面过啊车。啊，为着一气存在，迄口气，气袂消安尼尔，咱人真了安尼啊，咱看偌大，比啥较大。所以其病在不能出于心中治理的根本，是要时刻嘅手中，修炼咱的点。这个病呢，是在咱的心理上，不能出自咱人的治法的心理啊，不能出心治理的根本。你就是没有好好的把那个法听到耳朵里面，从耳朵里面去融化贯通到我们的智慧，然后从智慧里面去得到法的利益，我们都没有得到。好像道理对我们没有关系，道理突然听讲，但是我无利益，嘛无什么关系。代志来就代志来啊，无变咯。老师讲书，无书毋通惊书，无书毋通惹书，有书毋通惊书，但是无书毋通惹书啦。
有知影哦？无代志忙叫代志，但有事来顺，毋是咱代志，咱嘛会定节去应对，免惊输。该来我们承担，该去的我们会去。迄就是咱心理上内底要修炼的角度啊。啊是修中啦啊，修中呢，时时保持我们这个嘴巴的心境、内心的心境、我们心口意的心境。咱较袂踏咧是非之地啦，去讲人的是非。按你去修持去原业所行这个东西，你才会有意义在里面。啊，修行就是讲，毋是叫你食点食大遐无代无志，拢卖做啦，拢大好一点就快一点就了，毋是安尼。保持咱日落时中的心平静清净，没有对待，没有分别，不起分别心。咱内心的世界，你来咱慢慢做观想的时候，你内心慢慢会心会平等了。哇，就是会平缓，会平等。所以人有内心的起伏咯，因心中无角色。有所讲的，原因啦吼，原因众生有84000循环的颠倒，若无颠倒，自性相现啊。咱的自性地位相现啊。就是因有84000的颠倒伫内面，所以咱变成讲，咱逐工的烦恼，逐工的痛苦，逐工的执着，逐工的分别，逐工的是非，逐工的挂碍，无一工真正正，互咱活咧咱家己当下的世界啊。所以你每天办道，讲道理，互你无时间用去想代志，今日道理准备袂好啦，你逐工你无眠困，无眠无食，无困袂去，人咧困啊咕咕叫，你伫遐头摸啊两个大，你敢学袂想？明仔载要讲道理啊，你今仔个伫遐有袂想吗？保持个冷静的心态，冷静智慧的心态，才会感染啊！会感染。因性发的心，心即发的心，心具有心自具有中正不阿之理。然而人乐于后天，心起波浪，心若一念并起。念念不能中正，是非之心频繁啊，反复啦。大中之心却被后天的情欲所牵摇矣。因为善法的心，咱的善意念万法皆从自性起因，自性之起念，就是伫咱的底下活动。根本各地一定要回归到我们本性。你的觉闻觉知里面呢，所有的行动里面，你每一个念都要觉到本性里面。你若无觉得落来，目睭看，眼色